算无啥读到书了，足细汉的就出来唱歌，所以迄他都喺红头书甲讲，伊都唔知是啥。红头书。刚刚那个来去台东来就是红头书哦。对。请问迄什么所在？红头书三声大，红头书哦。红头红头语。红头语可能是不是太鲁阁那边？今天唔知啊。兰语啊。啊，兰语啊。兰语怎么拉？不能讲兰语，他们要讲拉语。拉语。拉语，我那个些鸟我在开讲呀。拉语。那口音的问题啦，像我们这个腔卡住了哈，布农族不是腔卡住，是姜嘎住了。姜嘎住了。啊，你冇手通啊？像我们鲁凯族也是，我们鲁凯族没有 p， 没有 t 的音哦。没有。像我们那个很甜。我们是很甜呢。很甜呢。好可爱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螃蟹来煮汤，叫螃蟹汤。螃蟹不是哦，绑血汤。绑血汤啊！佚佗人，因何你那目眶，是不是你的心认同？群星会，我跟你主持以来，今日唱歌上认真呢。正经的啊。因为呢，今日要介绍这位呢是我的偶像。谁来讲嘞？不管是生活方面，还是讲哦艺术方面哦，伊算讲我拢有高人一等。哦，真的吗？正经的啊，伊每一条歌我拢会晓唱。哦，伊红的歌，讲实在真的不少。他的音色呢，足以代表一寡佚佗人的心声啦。金飘配都对了。一起来欢迎他好久不见的老朋友。欢迎今天台视群星特别来宾沈文成。来台东，请你真足看，春名里山也有一支招雨伞，初落时呀，牧场唱情歌，红桃树三仙台，美丽的海岸，插玻璃，风来雪下茶，一个家一大盘，擦桌子，安静了。好久不见呢！哎呀，这个春去秋来，真的是一年 Spring go autumn come， so many years pass。这个摄影棚啊，我是很多的回忆啊。真的，你小时候在这里长大，这样就太超过了。我看着很多小朋友在这里长大啊，不，真的呢。他好像是从山上很久都没有下来，现在突然下来，看到人就打招呼，而且很嗨，很兴奋。还有呢，有那个歌唱的节目让我上，哎呦，我高兴的不得了，送袂起，送几枚。哎呦，送袂起。伊这几年来拢主持个行脚类节目哦，派一个背包人客啊。哎，就刷落海啦。啊，无时间，无法度唱歌啦。对啊，今日一个唱歌 so exciting 呢。哎 ，SONG song， 一直看到我们佳美老师啊，跟那鬼旁的老朋友在这里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看到这个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理解。多久没有出来常态这样唱歌了？加固无落山呢，6年啊啦，6年哈。一个节目当做6年，这人看赚偌济？啊，不一样啦。我那是艰苦钱啦，艰苦钱呢，钱赚的没有比别人多，可是呢，脑袋里面装的很多了，很丰富。其实呢，行万里路，念万卷书啊。我这个6年当中，也所有的400多个部落，我全部都走过了，差不多了。哇，所以看到我们一些部落，跟他回到自己的家一样，很亲切。羡慕。那这样子好好的给他口气一下。请问台湾这边有几族？每一族的名称来。有12族。哪12族？有
从那个人口最多的阿美氏，阿美族，然后在这个布农族、百万、台湾族、泰人、泰雅族，然后达鲁古、泰鲁格族、周族、卑南族、潮族、塞夏族、达悟族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凯达格兰族，噶玛兰族，超过已经12族，还有一包卫生族，还有存管不足，睡眠不足嘞，对，哦，厉害呢，少族没有念到，少族他真的对，少族日月潭，日月潭。快没有人了，剩下300个人。然后会讲周族话的人不会超过10个人。伊这个人吼，算无啥读到书了，就细汉的就出来唱歌，所以他都喺红头书甲讲，伊都唔知是啥。红头书。刚刚那个来去台东来就是红头书哦。对。请问喺什么所在？红头书三声带。红头书哦。红头语。红头语可能是不是太鲁阁那边？今天我们在兰语啊，兰语啊，兰语知道吗？不能讲兰语，他们要讲拉语，拉语，个像鸟在开讲呀，拉语。那口音的问题啦，像我们这个腔卡住了哈，布农族不是腔卡住，是姜嘎住了，姜嘎住了。你冇手通啊？像我们鲁凯族也是，我们鲁凯族没有 p 没有 t 的音哦，没有。像我们那个很甜，我们是很甜呢，很甜，好可爱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螃蟹来煮汤，叫螃蟹汤。螃蟹不是哦，绑血汤。绑血汤啊！绑血汤，我给他绑鞋带嘞。我们的规矩是这样子，所以入境水属，下次去哈。我要喝那个绑血汤，绑血汤，绑血汤，哎，就高追呢，姜卡住了，姜嘎住，卡住跟嘎住嘎掉意思，差不多意思嘛，这里面给你嘎掉的嘛。但是唔知讲，你那姜先生、姜嘎住先生刚有爹，我的拜托。他们就发音很好玩，而且那个文法很棒啊，不了解你的明白呢。是呢，哎呀，对，不了解你的明白。他说马上立刻回来我，你等一下，马上立刻回来我。有一个我，他是那个我马上立刻回来。他主词动词像我们鲁凯族就是这样。你要去哪里？去哪边？哪边我去哪边我？去哪边我？那个什么水路米。对啊，比方说走很远，有没有？2个山头的那一边呢，走起来很累，想睡觉。对了，下次你去我们山上你要问路的时候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好。告诉你，我们那个原住民那个距离是不是那个靠那个有公尺那个有距离，你要听他们的口音。那个比如说我要去那个神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说如果在那边就是很近，在隔壁。你说在那边你就考虑要回去了，可能要去那边走到晚上哦。那个就很远了，要翻过2、3个山头，在那边。所以看伊有长音有外长。对，他们距离是对，就是那个路较对，是那个语音那个音。对，而且很多都很直接了。比方说你看到了一个青菜，然后他说吃了就说这个营不营养。他说明天拉出来看看，拉的多就是不营养，拉的少就是很营养，营养好的都对胃吸收掉了，所以拉的少就是比较多的在里面比较营养。民国71年我亲世先知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头不相信你看看那个。等一下我们来找一下，看有没有这个 VCR， 翻一下档案一下。对啊，可是这个蛮适合他的。我第一次唱的时候，哇，听了第一句话。哇，窝心哦！哪一句话？我都去咖啡厅嘛，我去买咖啡啊。在排队的时候那个妈妈欧巴桑，他过来干什么？没有，他就问我说，请问一下现在几点？几点钟啦？8点10分。他说谢谢。然后回头望一下，你该不会是那个？我是沈文成。你好。我以为是大学生嘞。那个你也听过慢嘞。哎呦，大学生 college boy。你妈妈是把酒拖他。没，他发自内心很真诚，他那个。真的吗？对，真诚，你看得到吗？你是大学生哈？对，你是大学生，我以为你是大学生。谢谢哈。原
来他是个瞎子啊！哎，太哦，那迄个真正爽袂退，爽几枚。松龟梅啊，哎，其实呢说也奇怪，那沈哥呢，他出道的时候呢，是后一个呢正港闽南语的宗师给发现的，因为去听伊唱英语，唱西洋歌啦。唱嘿，我在仙宝西餐厅，我是唱西洋歌。仙宝那时候是在台中嘛，台中嘛。后就听讲哇，这个唱英语的这个人来唱台语一定透懂的。哎嘛是干工讲后，耳亚进来了。他是这样老子、那是因为他写的心事谁人知嘛？哎，想找那个歌星来唱嘛，还没有找到。哎，他是说那时候他其实他是讲说那个我先保西餐厅在4楼，拜卡吉拉呢是第3楼，因为拜卡没关嘛哈。哎，那个时候拜卡吉拉是人介绍讲哦，你去那个就一个歌叫3楼。有一个歌星哦，就是有点残废，可是歌声很好听，那个是一个吹音。然后他就到我们仙宝西餐厅嘛，那个全业大楼，他就按电梯，然后就按错了，按到4楼。哦，4楼，然后从3楼经过到4楼，门一打开，刚好我在上面唱。哎呦，你可以戏弄我，啊呜啊呜啊嘿，你可以啊利用我，利用我的。就算你不再爱我，再爱我，也免得该说 hello。对，这个痛。哦耶耶，然后唱西洋歌曲，接下来，然后他一听，哎呦，惊为天人。我这想来了，哎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我需要就是这种很沧桑的声音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一碗土豆腐。哎，我说这都是幸运之神，真正就是降临。结果是他按错电梯，按到4楼，刚好听到我的声音了。阿吉拉本来给他拍一卡呢，要第2卡说凹长。对，无唱到这条。后来阿吉拉吼偌万叹呢。哎呦，他说你在新闻点这条歌本来蔡老师要找我唱的呢。哎呦，真的哦。哎呦，所以幸运之神就是这样，真假。我搞的电梯派去了，他只因为他把其他的那个线都剪掉，只能停在4楼。没有啦，那个时候陈明仁也在那个3楼唱。陈明仁那个，其实陈明仁那个痛，你这么唱起来，我跟你也是原住民的。那个时候我也留胡子，他也留胡子，2个长得又很像。对。哎呀，人家都会搞错。阿内娜，那当年呢，那一首歌呢，引你进入这个仙境了。哎，圣公哦，这个老天爷开了一个先机给你。那首歌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。哦，就这首歌，黑糖中那块喜呢会进入仙宝西餐厅，就是我们在退伍的时候，我们去聚餐嘛，那我们那个我们同事啊就讲说，哎，你可以上台去客串，你很会唱歌啊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然后就乐队领班说本来是不好了，就后来好了，就等客人都走差不多，宵夜场的时候我再上去嘛，上去我说哎呀唱什么歌，我就2首了，一首那个 One Way Ticket，One Way Ticket， 单程车票，那个是我记得是好像 Bonnie M 有一个女子团体啊，就是黑人团体要有翻唱嘛，然后那个什么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， 哎那个就是那个合唱团，他们有翻唱 One Way Ticket，Yeah，That's right，baby。另外一首也是翻唱的歌，就是那个爱你在心口 Love Me More Than I Can Say， 那一年是有 Leo Say 耶。Leo Say 一个外国歌星，怎么听起来都像日文？Sorry， 讲呢。Sorry。Leo Say 耶，然后他有翻唱。对，那个时候正在红的时候，老歌新唱。对，那是好红哦，在西餐厅都要唱。那当中我就学这2首歌嘛，后来我就到西餐厅去唱，就没有客串。然后那老师说，哎 ，Love Me More Than I Can Say， 什么 key？ 我说 B flat。哎，吓一跳！吓一跳，为什么是 B flat？ 太专业了，太高了。太高了 ，B flat 很高，因为我是唱 B flat 吧。哎，因为原 key original key 就是 B flat， 那个6岁那外国人，他的声音很高 ，special vocal。我说 B flat， 老师还特地问我说 ，Are you sure? Yes, why not? See you tomorrow。他就这样，然后照了我就唱，哇耶，还跟陈Leo Say唱的一模一样，我就是模仿 Leo Say 也唱。真的吗？结果这样就唱完以后呢，我们领班还有老板就过来，少年呢，签约，那能不能麻烦请你明天就来上班，我们宵夜场给你唱。哎呦，我说 Why not? Of course I do。哎，不我退伍，我都是找不到咯。对啊，所以你看啊，人家都是迄当阵啊，都是因为上台去客串2首歌，对，就是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跟 One Way Ticket。对啊，然后我在仙宝西餐厅，这是我的招牌歌。那个蔡振南来的时候，我刚好也在唱这2首歌。哦，所以这2个歌是他的对老天爷安排的客串。大家看“串”这个字，
是2个口中间一条线的。是啊，这是如果说你高中的话呢，那是重上加重，那就丢的金价囧完了。是按照都像属下开心。请问这个串烧会我良多。串烧被它改水，没有，就是2个重啊，中了又中了，丢过丢了。串烧嘛也得串嘛。但是像你现在你讲的太有心，对不对？他故意要讲个别的东西来，那在这个串的下面又多了一个心，那就换。哎呦，真叫无量生生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好了，我陪你了，好，陪我唱好不好？你去过夜，去过夜。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。真的可以把喉咙变成乐器哎。Vibrato original key。哦，呀，斯巴达系呢？我小的时候，人家都说我什么 any key。any key 啊，哎，它就是什么？它低音也行的意思。什么都什么 key 都行。什么 key 都可以。那低可以低到哪里？啊，低就没办法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不是 any key。你知道？哎，给他，您爸爸是像喂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他唱高音唱久了，低音就会比较不见了。所以唱低音的人不能唱高音，唱高音的人不能唱低音。这要不然声音会坏掉的。不是啊，有冲突嘛。哎啦，你知道那个共鸣的音有冲突。低音最低是什么声音？你知道吗？来，还低啊，发的声音就这个。很冷嘞！哇，真的有够冷嘞！老师给我个低 key。喂，哇，你们真的是很好玩的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，他后来又自己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，都是他自己写的，那才不得得了。那是民国80年，我开始学创作了。好了 ，OK， 这个呢，这一段呢，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来看看，你看这哦，光下 VCR 足精彩了。来，真的吗？哦，20年前。来，20年前，那个哎呦，82年《玫瑰之夜》。哎呦，还老脆秋的话呢，多老气呀！哦，这个是我的第一次那个。83年《天天开心》。婚中啊，婚中会干那个。这首歌也好红哦，到现在还有人爱唱。83年的哈。哎，83年。好听，太好听了。这是我自己写的歌。83年啊，跟这我那时候是真心美刚出道，同一家公司，我带他出来。所以他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，非常感谢你，给他这个机会。85年龙兄虎弟，这也是我写的。男儿的心声，这个是贺一航的最爱唱的一首歌。也是你写的，我写的。哎呀，这首歌曲就感觉上比较 enga 的。你挑底的那个，有没有很像？很像那个日本一个歌星，对吧？很像。哎，很少人哈，男歌手或男艺人，整个故事安排。迄当阵啊，唱片公司啊，就是迄个嘛，跟真心美港公司嘛。所以的意思是，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服装设计师啊，给我们挑的啦。哦，这也不错啦。剩别人设计就对了。哎，是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沈哥让我觉得最感动的，你看伊哦，这几年呢，一路行来哦，他没有说他做了很多歌，原来就样的还是讲那就骄傲的。他不会。他不管浪高浪低啊，伊拢是永远的呢一种态势。伊咧唱歌的迄个引就伊哦，是别人没有的。有的人就是讲啊，我是歌星，啊，我来教我就是啊，歌星一定该安怎？然后呢，台卡吼，哎呀，啊没有。台上台下就是那种很真的一个男人，而且他其实有时候我在看他私底下哈，有很内向的一面。你平常在家里会不会其实话很少？其实嘛，我有点自闭呢。
真的吗？我好像有忧郁的。对，忧郁。少来，你这越种南忧郁，你是欧北共率。我是讲，我因为我常常都自己一个人骑摩托车啊，或是开车去那个山里面去钓鱼啊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不要我很喜欢钓鱼，不要再杀生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哦，没有，我钓鱼从来不带网子的。不带网子。哎，网子我的钓起来就放回去，钓了马上放回去，还跟他说对不起，要痛了哈，把它弄哦痛，还亲他一下呢，还亲他一下。嘿，有时候那个鱼嘴拉太开，他还拿针线缝了2针。喂，然后我那个鱼钩我都把它压一压，不要用倒钩，不要用倒钩的。哎，跑掉就跑掉。是真的吗？我只是 enjoy 那个山山水水那种宁静。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脑袋哈，就是下降你这瓜文思泉涌的人，他一定有他另外一面的那种羞涩。对，我觉得是要常常保持那种喜欢那个研究那个宁静的感觉哦，你就会沉淀，沉淀以后你就有很多东西有灵感会来。安尼啦，你较早写主曲那个倒的哈，需要倒一下。哎，倒一条好听来听。先我讲一件代志，我前2年也得金曲奖，那个就是我在钓鱼的时候，钓到一半就看到那个河啊在深坑嘛，它的那个深坑溪啊，就一下飘来一条死狗。死鸡啊，带垃圾。哎呦，云中月的现在下出来。不是，你可比云中月。那当初我就想起我故乡一条溪啊，干干净净。丽嘉溪。不是大南，哎，对，丽嘉溪跟大南溪嘛。我们小时候就喝那条河水长大的，然后我们的童年都在那边度过。哎呦，我说哦，我都怀念我。哎，阮故乡一条溪啊，我灵感就来就写那个弯弯小河流就在故乡的山里头。那个时候没有纸跟笔啊，我就拿那个小石头在那个墙壁上面、桥墩上面就写那个咪嗦嗦啦嗦啦嘞啦啦咪嗦。你小能写伫面顶哦？哎呀，怕忘记嘛。现在那个桥头已经绑了一条红布啊，所有经过的人都还会举着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回去啊，就把这首歌做好以后，我就去录音室把它录起来。那一年因为这首歌那一张专辑得了金曲奖，哎呦，那有感而发嘛。对。所以哦，不管到哪里去了，你那种很细腻的那种情感拿出来，其实呢，大自然啊，老天爷就会给你一些灵感。我是感觉讲哦，咱这繁忙的社会啊，看会足无用，但忙中你要头衔。多走到那个大自然里面去，你会获得很多启示啦。啊，不过咱讲实在，咱后摆吼去大自然的时阵，莫讲破坏公物啦。no，那个有公德心的，莫后边桥墩摕来讲围来围去，安尼较歹囡仔大细，好不好？啊，是。啊，若去有迄个花的所在嘛，莫讲黑白斑花啊，就是草啊，你知无？对啊。要建套草。但是我感觉，人讲迄个桥墩奇怪，迄边哦做大水几啊盖，边拢海桥。我下过桥墩拢好好。啊喏，你拢加持过啊？什么加持？因为下我什么斗米收，我那种受理我。真济人落去逼好买哇！好啊啦，你两个那个底下笑一下。迄个桥头公即马出签诗的，好啦。好啦，来主曲，大家听看卖，大家欣赏。老兄咯，免悲伤，唔通暗暗咧电苦强，唔是我无理想啊，唔是我无度量，也唔是我生做无路用，一切总在不言中，唔免着太悲伤，退出着漂泊的笑容，变出满目的度量。老兄咯，免悲伤，唔通暗暗来想着妄想，为着咱的理想啊，加到目无路用，就来提出正开的笑容。不应该无留落来伤心的目屎，只恨当初阮无自
79比真年太太就在今夜的短剧哦。乱讲。啊我跟你说几遍叶爱玲，我告诉你，这样以后没人敢请你拍广告了。啊，这是我吗？你过来跟我是叶爱玲啊，这是我哎。八哥来，你哦，等重新换开机。比真太太还好哦。讨厌。太重了吧？这怎么会太重呢？你问他说，不会不会，导演不会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再来一遍啊。那个常记，我那个时候怎么这么……好太太电锅耳光篇第509次。比真太太还好哦。乱讲。灯光的大牛，来，灯光师都会，你出来看，来，你看，大牛，来，你演一遍，大牛，看好啊，你会啦哈。来，我看了这么多次，怎么不会？这种声音啊！比真太太还好哦。哎呦，82年龙兄虎弟，吹口琴弹吉他，就搞的啦。哎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我都忘记有这一段呢。马兰姑哪有娘。？拖油鸡，我这拖油鸡来了。啊，还有红来鸡、蒜头鸡哦，来哟，拖油鸡来了。岁月正刷着你啦，就留着一段青春的。彩带舞你也会哦？好。上头像我一定要这样。他想也是你一人，我的他想也是你一人。可爱哦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去哪里挖这些东西出来？对啊，所以他们找资料库哎。还是有无限的宝藏。对啊，哦，这就歹吹，就歹吹的，都还可以慢慢来变哎呀，呢。恁正经，恁所以你上这不一样，就是安尼。过去到今嘛，听人讲哦，你除了唱的讲有哦，真流行的歌，嘛有真一歌叫用禁掉的啊。第一首应该是新不上跟漂白七头啦。啊，黑龙禁歌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漂白七头你就知道，这人的歌就是不健康就对啦。啊，最后呢，后来又过了几年，到1990年的时候，我出了一首歌，唱了3次就被禁了。黑什么歌？ 1990台湾人，哦，有这条歌。那个是现在我是因为那时候 hip hop 的啤酒。No more cappuccino, no more espresso, no more waste my time on the table。那个是我就已经在搞这个东西了。哦，对，我1990几年前。有，我想起1990来哦了，我想起来了。这首歌我们比较少听过。咱来听看嘛，听看嘛我很好奇。啊，不简单的，人起来要听就这条歌。来，台湾啊，我都要改一台湾股票您无知，台湾的出价您目歹，台湾青子因目歹，台湾人的心思有无知，想着我会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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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可可能你在街头跑。第一个年代这款属实太恐怖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讲到当时的一些时事社会的时事状况唱片。公司也是心惊胆战的啊，但是我们歌手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要突破。没错。所以讲，你也算讲哦，咱台湾民主运动的一个先河了，对啊，吧？不敢当啦，我不遐伟大。这一点都没错，而且他拿公主起是咱的先拜的对了。那讲这个摄影棚哦，我那摆有条顶的啦。真的不错了，不错了。还有一首代表作很棒，一定要唱的。为个心啧啧那种，哎，为什么大家学你都要把那个喉咙啊，那个他就是鸭子唱法。啊，手也歌吹吹蹲的。脆蹲，正经讲我是阿尾水唱歌王啦。有影嘞。为何要心？其实啦，那这种歌就是有嘴型，就要配合嘴型。哎，你俩细看嘛，你现在没有音乐。为何要心啧啧？啊，你俩卖嘴正常。为何要心啧啧？哎，这样就不好听哦。这不是我啦。啊，so。大家来欣赏一下啦。来，原汁原味。为何心啧啧？来，一起来欣赏。为何
也滴滴嘟，唔好我低落头。其实这个外景节目6年，对不对？总共入围过3次哦，金钟奖，可是没有得到过半次。哎呀，这哪有什么？你别安尼讲啦。我那一年入围3项呢，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、最佳综艺节目、最佳单元剧男主角。我穿到偌趴咧，按西装开了凊彩嘛丢一项，嘿，凊彩嘛丢一项，叫做坐几部。巩固拢无我的分啦，不要紧啦，没有面子呢。但是只要有念到你的名字，你那个功德簿上面就已经注明了，有吗？哎，是吗？是吗？所以公你才现在还站在这里啊。是。像一些有得奖的，大概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丢了，因为那个。我知道，我要学习那个乔敦的精神。对。屹立不摇。